你看这个华硕的了，华硕的，中华民国100年买的了，笔记型电脑。这个风扇坏掉了，先那个电池不能用，然后来光碟机，然后键盘，然后滑鼠板，然后现在最近是风扇了。硬碟也都换那个什么固态硬碟。这个是滑鼠板，这个滑鼠板的键盘，你看键盘用久了也有的坏掉了。